OK，好開心咧，今日同大家咧就十零分鐘就分享下一單新聞啦。咁咧今日咧用咗新 camera 同新咪啊，咁應該就好多啦。哇，都我而家 YouTube channel 咧暫時未能夠盈利啦，咁但係我都抌本啊，攞咗我嘅咪啦，咁啊呢支咪都係比較專業啲嘅，希望大家聽得就開心啲啦。咁我哋今日不如同大家分享呢單新聞，其實都係我想講咗好耐，就係中美貿易戰或者係美國自己發動嘅關稅戰啦嚇，佢唔一定係針對我哋中國嘅，即係針對埋其他地方。其實呢單嘢咧，雖然我哋都預咗佢係會即係都會發生啦，因為佢都講到明上任前都講啦，我會搞關稅啦，但係冇諗過佢搞嘅關稅咧係全方面嘅。咁啊，大家仲歷歷在目啦，4月頭嘅時候，佢攞塊板出嚟就指住啊邊個咁啊幾多 percent，咁所以針對嗰個關稅嗰個加減嗰個條例咧，嗰個 formula 咧又係俾人啊非常之詬病咧，發生咩事咧？即係小學生玩泥沙咩？好啦，咁佢咧又突然之間咧就對我哋即係中國啦嘅貿易關稅談判之前咧就放風話對我哋希望減稅，但係突然之間話80%關稅合理喎，由140幾減到變咗80就好合理啦，就希望我哋開放市場。其實作為一個咧完全咧我直啲講嘅啦，雖然我都少少金融背景啦，但係我就唔係好多金融背景嘅人啦，我發覺佢呢個人係究竟想點咧？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留意下美國股市咧，應該都知道。我諗其實你可就算冇買美股都好啊，美股都影響港股或者未影響我哋強積金噶嘛。咁其實美股咧舊年係升得好好地嘅，完全係上升通道非常之靚嘅，由11月升到差唔多12月、1月、2月完全冇問題嘅。3月、4月開始俾佢關稅搞一搞咧，冧得好犀利喎。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咧？其實你搞個關稅，每年可能收多1000幾百億。但係你喺金融市場嗰度，因為其實美國係資本主義社會嘅中心啦，叫做嚇，即係美國金融市場係一個中心嚟噶嘛。你咁樣啷一啷，其實你有冇諗過，其實你喺金融市場損失咗幾多錢？你收幾多關稅其實冇用嘅咧。同埋第二啦，好多人反思就係、究竟你話希望製造業回流翻美國啦，係咪真係有人美國係咪真係有人願意同你做翻呢啲製造業先？因為其實咧。我睇過一個網上嘅一個言論，佢幾好嘅就係、越發展嘅國家咧，其實製造業嘅佔比應該係越少嘅，越少嘅。咁唔係喂，咁我哋梗係做翻啲嗱，越發展嘅國家做啲金融啊、創新啊、科技啊啲比較唔係太製造業嘅太二級產業嘅嘢為主啦，係咪先？咁如果喂講真嘅，我發展國家同我冇發展國家做埋呢一樣嘅，咁我使咩發展啫？係咪先？我去整牛仔褲啊、整玩具啊，係咪啊？砌下機咪得咯？我使咩要做咁多嘢去發展一啲高新科技咧？娛樂產業咧，係咪先？所以其實我就諗唔明佢回頭路點解要咁走咧？嗱，當然會有人講啊，美國唔可以樣樣都靠晒外國嘅。咁如果將來佢可能喺啲戰爭狀態嘅時候咧，咁佢咪冇咗嗰啲嘅製造，咁點搞咧？係咪啊？即係冇晒製造就俾人封鎖咪弊家伙。咁其實咧，嗱我愚見啦嚇，其實第一步，就算你加咗關稅之後，你嘅製造係咪真係回流先？第一。同埋第二啦，製造嘅基礎係咩啊？你本地就係你要有嗰啲資料，你嘅物流啊、材料有晒喺本地入邊嘅生產嘛。咁美國係咪真係有晒先？第一，同埋第二啦，有晒都好，你咁基礎建設係咪真係適合繼續做翻製造業咧？嗱，講真嘅，製造業同埋咧人力成本好緊要嘅喎，製造業要求嘅成本係要人力成本要低啊嘛，咁你嘅產品先有競爭力噶嘛。咁你美國人力成本係好貴嘅，咁大家知道。無論餐廳啊，無論做一啲比較藍領啲嘅工作咧，其實美國人工係特別高㗎，比起其他普通嘅地方特別高㗎。所以其實咧，佢係冇咗一個製造必要嘅條件，就係人力成本低呢樣嘢。第一，第二啦，製造業咧，好多時要求咧就係嗰啲原料啊，係咪真係本土去生產先？其實美國未必得㗎喎。美國其實好多嘢都係依賴住外國進口入嚟先做到喎。第二，第三啦。就算你俾足錢，有晒材料，人哋肯唔肯同你做先？或者呢個係咪真係一個正確嘅方向先？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咧？美國其實如果真係一直做製造業落去嘅，其實佢未必去到而家領導地位。美國就係金融同埋科技兩個霸權啊嘛，霸權啦都叫做係。咁佢先可以做到今時今日叫做大家都驚佢啦，係咪先？如果你係做牛仔褲啊、整衫啊、整架車啊出名嘅，咁其實有咩咁巴閉啫？係咪先？冇咁巴閉喎。所以其實我完全諗唔明佢呢個關稅戰嘅行動係為咗啲乜嘢咧？
最緊要係咩啊？我頭先都講啦，佢摧毀緊自己嘅金融市場，引致到滯脹啊！咁大家都聽過啦，即係減息減唔到啊，又驚通脹啦。發生咩事咧？我都想即係同大家多啲探討下。即係如果雖然我呢個節目咧，個 channel 未必話好多人睇，但我都想同大家問下，即係問下大家集思廣益，究竟佢發生咩事？佢想點先？好啦，我哋睇睇新聞先。中美貿易談判前啦，咁佢突然間又翻 Twitter 咯喎。係咪諗住8成關稅就好合適，所以而家頭先個市突然間冧咗一冧啦，而家都冧緊啦。其實有冇諗過特朗普係咪真係做呢任政府嘅時候，佢真係想幫到市民嘅先，定係佢想喺金融市場嗰度即係上下揾食咧？因為其實嗰排條 Twitter 咧個市係好波動喎，美國就係咪？因為美國即係第一個波動，第二個美國個量好大嘅，所以佢喺入邊咧可以佢家族或者佢相關人士揾到錢嘅機會係好多噶。OK。所以其實係咪真係？究竟佢係而家係究竟係想為咗自己屋企為即係為咗自己嘅親戚朋友為謀利啊？定根係根本係幫美國做嘢咧？大家都可圈可點啊！咁其實咧，佢就話好適合啦，係咪真係適合先？呢個要諗一諗喎。咁或者適合個 percentage 係幾多咧？冇人知㗎喎。好啦，嗱，開放市場，我諗呢樣嘢咧，其實每個國家只要喺一個即係尊重、平等、尊重嘅原則之下，其實開放市場，我覺得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但係你會望到啦，佢五時花六時變，究竟想點咧？係嘛？今日即係佢，即係我今日啦嚇，我係5月9號啦嚇。前一日佢同英國簽署咗一個貿易協議啦，已經 OK 咗啦。但會唔會變咧？好難講嘅喎，因為其實合約呢樣嘢咧係俾弱者遵守嘅啫。佢強者佢隨時可以改噶嘛，即係等於你同老細簽約，即係翻工嘅同老細簽約嘅，老細話要改個合約咧，你最多一係就唔做，你就唔好同佢有咩嘈嘅啫嘛，係咪先？呢個大家都係諗到。OK，咁所以咧，其實究竟啊，佢而家又講啦，5月10號即係我哋講嘅聽日啦嚇，佢又會同我哋中國咧貿易代表咧去再傾一傾，究竟對華關稅係點樣可以再調節或者特別減咁樣嘅。我都好想問一樣嘢，究竟其實佢有冇心想即係同我哋談判？如果真係有嘅，係咪應該要不停咁放風，去喺自己 Twitter 發言，去影響一啲商討或者談判之前嘅一啲先決嘅條件？其實你同一個人談判之前唔應該不停咁放風嘅，反而就係你談判當時同佢講咗先，係咪啊？個風唔使咁快放啊嘛，遲啲慢慢講都得嘅啫，係咪先？完全唔明啊！所以其實咧，我覺得特朗普佢我唔知佢究竟喺上任咗4個月啦，都冇3個零月啦。究竟佢要求係想一個美國係點樣先？你既要製造業好，亦都既要金融業咧好咧，其實好難。當然你話可唔可以？理想中梗係可以啦。但係其實我諗每一個發展嘅國家，其實都希望慢慢從製造業進化到喺啲服務性產業或者金融產業或者科技產業，咁先係一個進化噶嘛。唔會有人想行翻回頭路噶嘛。正如你同美國人講，喂喂，你做開金融揾咁多錢，股票篤一篤就賺咁多錢啦，你仲會唔會想去整牛仔褲啊、車冷衫啊、整架車咧？我諗冇乜噶啦，係咪先？人嘅希望做嘅越嚟越貼近一啲嘅資訊科技或者即係高新產業啦，冇人會想做製造業噶啦。所以其實咧，特朗普政府咧有冇諗過，其實佢哋嘅市民係咪真係想做翻呢樣嘢先？未必噶喎，係咪呢樣嘢？大家可以即係諗一諗。OK，我哋睇多單新聞先，咁啊趁有多少少時間。好啦，咁咧就喺嗱，佢咧就亦都會對啲電影咧發動一啲關稅喎。其實我有唔明啦。其實你對外國電影發咗關稅嘅一個嘅措施之後咧，但其實人哋會對翻你嘅電影作出關稅喎。但係有冇諗過，其實美國電影點解可以影響全世界咧？因為第一，除咗佢嘅意識文化啦；第二咧就係佢拍得好啦；第三，其實就因為佢宣傳嘅劇情或者等等嘅係真係比較好多人睇啦。但係其實有冇諗過，如果你用咗關稅呢樣嘢之後，令到好多人可能好多國家唔進口啦，甚至卻步咗，你美國嘅形象或者嘅美國精神係宣揚唔到開去喎。其實佢有冇諗過呢樣嘢咧？得不償失，更何況啦，你對於電影嘅關稅收得幾多咧？係咪先？講真，我都好即係好直啲講句啦。美國電影喺香港喺世界嚟講都算係稱霸啦，唔敢講 number one number two 啦。咁你應該係你入到嚟你地方嘅電影，應該就唔算話好多或者係好強勁嘅電影，你收嘅關稅都唔係好多喎。
但係反而會窒礙咗你向外嘅影響力嘅，因為點解你發動完關稅，人哋對你發動關稅，咁你弊家伙，你美國點入唔到去？咁你嘅意識文化態度完全入唔到去，其他國家散佈唔到喎。所以其實呢個完全係唔知點解佢會咁諗啦，完全唔明嘅。同埋咧都想由呢一度咧都分享翻一樣嘢。佢就話喺啲電影因為佢一個你呢個啦就好得意啦，佢話因為有個電影工作者幫過佢，咁佢就唔收007啦，OK，唔收007啦。之前咧都講過一樣嘢係咩咧？就係話美國佢發動關稅嘅目標係咩？希望減少貿易赤字啊嘛，希望即係冇咁多赤字啦，OK，冇問題。但其實我以前喺大學嘅時候讀過一個概念，就係赤字呢樣嘢咧，反而先係好喎。點解咧？因為美元呢樣嘢係世界儲備貨幣，咁你點樣可以令到多啲人用到美元咧？咁你咪啲錢要向外飛咯，係咪向外飛咯？咁你向外飛，咁即係當然可能你本土生產或者產出嘅美元你就會少咗啦，係咪？即係產出完之後就飛到外地，咁可能會有財赤啦，冇問題啦。其實呢樣先係好喎。咁你由於你有美元向外流，咁佢先成為儲備貨幣，先會多人用，咁你影響力先會有影響力噶嘛。但如果你話唔係嘅，我要收翻晒，係咪？我要冇財赤嘅話，咁一代表你發行嘅美元往外係少咗，咁少咗嘅話，即係人哋少咗做儲備啦，亦都少用咗美元啦，咁你美國嘅影響力咪因而下降咯？係咪有冇諗過一樣嘢？同埋咧，美國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係咩？佢可以印銀紙之餘，亦都可以冇通脹嘅。我諗大家睇翻2020幾年外啦嚇，即係之前啦，佢不停咁樣零息同埋 QE 咧，佢可以本土冇通脹喎。點解啊？就係因為佢啲錢向外流啊嘛，向外流不停入咗個金融市場同埋向外流啊嘛，所以就冇喺實體市場嗰度影響咗，所以個通脹就好低，同埋就係金融市場蓬勃咯。但係特朗普而家做嘅嘢係啱啱相反，要收翻晒啲錢翻本地，咁啲錢收翻入本地啦。第一，向外影響力少咗啦，第二，錢會湧入翻去本地市場，其實咪即係會引致通脹咯。咁就減唔到息噶咯喎，即係而家佢叫晒救命要減息啊嘛。所以其實我完全唔明佢發動關稅戰呢樣係做啲咩？因為其實咧，我睇翻聯儲局都之前喺即係未有關稅之前啦，咁佢都講嘅話，其實咧如果可以穩步向下嘅話，一個通脹美國本地通脹嘅話，其實佢就可以減息噶啦，完全好 free 去減息。我諗如果冇關稅戰，可能都減咗2次息噶啦。但係由於佢搞咗關稅戰，導致到咩啊？通脹升溫，唔好話升溫住啦，有個升溫嘅憂慮啦，佢都要唔可以減息啦，係咪影響咗金融市場，影響咗社會啊，影響咗好多人啊？所以其實我都唔明特朗普係即係或者特朗普政府諗緊啲乜嘢啦嚇。咁我希望佢可以諗一諗清楚，其實美國咧係行唔翻去製造業嗰條路噶啦，倒不如諗一諗點樣可以喺金融業或者科技業嗰度再做好啲，係嘛？因為其實我哋好多人都有投資美國股市或者強積金都會有啲啦，倒不如喺嗰度做得好啲，吸多啲錢入去，係嘛？吸多啲錢入嚟，反而好過你去攞啲美金走啊，係咪先？係嘛？你吸咗海外嘅貨幣翻嚟，印你嘅美元出去，咁唔係仲正咩？係咪先？咁你就令到我哋外來嘅資本趕走咗，因為美股如果一唔好，啲人會走噶嘛。第一，第二你又想吸翻啲美元入去，咁其實為咗啲乜嘢咧？OK，喂，今日我有啲眼瞓啦，咁啊都唔同大家分享太多啦，咁我都思想可能有啲紊亂嘅，但係我唯獨是希望，因為今日整咗個新鏡頭啦，同埋新咪同大家分享嘅。咁雖然我呢個 channel 唔知幾時開始會有人睇啦，但係我希望慢慢同大家多啲分享，每日我無論有冇人睇都好，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好冇？而家凌晨12:45啦，咁啊大家早啲瞓覺。如果有機會聽到我呢篇新聞嘅時候，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多啲嘅思考咯，好嗎？好，拜拜。